美国职棒大联盟今天上演本季首场鸡袜大战，纽约洋基左投派克斯顿威风八面，8局飙出12次三振，只被敲2支安打。洋基打线以3发全垒打护航，中场以8-0大胜波士顿红袜队。洋基与红袜上季都是百胜之师，红袜更夺得队史第9座世界冠军，但两队本季战绩低迷，赛前胜率都在40%以下。客场作战的红袜派出王牌投手塞尔 Chris Sale， 遭遇本季转战洋基的派克斯顿 James Paxton， 期望重振士气。前5个半局两队都3上3下，3局下，洋基率先发动攻势，两人出局后，勒梅修、DJ LeMahieu 与瓦伊特 Luke Voigt 把握得点圈有人打击机会，分别敲出带有1分打点的短程安打，洋基2-0领先。洋基4局下攻势再起，率先登场的佛瑞泽 Clint Frazier 挥出阳春炮，本季第4轰出炉。两人出局后，陶克曼 Mike Tauchman 敲出带有1分打点的2垒安打，洋基4-0领先。陶克曼因洋基伤兵累累而获上场机会，埋伏第9棒的他6局下再度建功，从红袜中继投手拉米雷斯 Erasmo Ramirez 手中挥出直击右外野第2层看台的3分炮，这是他大联盟生涯首轰。7局下，扛起洋基第4棒的托瑞斯 Gleyber Torres 锦上添花，挥出阳春炮，本季第4轰出炉，助洋基将领先差距扩大到8分。派克斯顿状态极佳，多次飙出时速99英里，约159.3公里，速球，红袜打者一筹莫展。他主投8局使用110球，仅被敲2支安打，没有失分，送出12次三振，1次4坏保送，投出加盟洋基后的代表作，本季第2胜入袋。洋基总教练布恩 Aaron Boone 赛后表示，派克斯顿披上条纹衫后状况渐入佳境，此一直球球速几乎都在95英里以上，球质极佳，并积极攻击好球带，完全主导比赛节奏，是洋基制胜关键。季前与红袜签下5年1.45亿美元延长合约的塞尔持续低迷，主投5局送出6次三振，但被敲7支安打，包括1发全垒打，掉4分都是则失分，苦吞开季4连败。红袜开季战绩6胜12败，近2场比赛狂失16分，打线却只打回1分。